CCIL 嘅大家庭，你哋好啊！又係我 Collins， 我哋依家正式進入75週年感恩崇拜嘅倒數時間啦。以下落嚟嘅2分鐘，我會同大家去走一轉，去講晒當日你要知道嘅重點，等大家可以輕鬆到場，開開心心去一齊預備我哋嘅心去敬拜神。崇拜會喺2026年1月17號上午11點正準時開始，地點喺 Emmanuel Centre。我哋10點20分就會開始開門，最近嘅地鐵站喺 Westminster。到場之後，請跟住我哋着熒光背心嘅司事指示，大家可以沿住 Marshall Street 排隊，再轉向 Great Peter Street 圍住嗰座大樓去排，只要跟住指示就可以啦。當日我哋有3個場地，第一個係 Auditorium 主禮堂，有900個座位；第二個係 Upper Hall， 有大熒幕同好震撼嘅音響；第3個係 Lower Hall， 特別建議有10歲以下小朋友嘅家庭去使用。喺 Lower Hall 入邊，小朋友可以坐喺台邊度畫畫、油顏色、活動下。但家長就需要陪住自己嘅小朋友。呢個 hall 亦都係最接近洗手間、小食部、BB 車仲可以泊喺後面，會方便好多。座位係先到先得，就好似平時你去睇演唱會咁，你入場嘅時候會收到顏色手帶，粉紅色嘅手帶係去 Auditorium， 橙色嘅手帶係去 Upper Hall， 而藍色嘅手帶就係去 Lower Hall。如果你10點40分之前到，可以先喺大堂小食部休息下，或者先去洗手間，因為我哋嘅主場地要完成 rehearsal 先會開始開放。入 hall 之前，記住將你嘅顏色手帶出示俾喺門口嘅司事。如果你係會用到輪椅同埋拐杖嚟，請記住同司事講，佢哋會幫你安排適合嘅座位。但係最好嘅話係可以事先就通知你所屬堂會嘅牧者或者同工。你想同朋友一齊坐，我會建議你先喺地鐵站或者附近嘅 cafe 先集合，例如附近有 Pret、Cafe Leo、Church House Cafe 等等，你哋然後先再一齊入場。如果你去過唐人街飲茶，你一定聽過一句唔齊人唔入得，所以千祈唔好用你嘅外套袋嚟去霸住啲位，同埋記住去幫你掃飛或者服侍你嘅司事，佢哋都係你嘅弟兄姊妹，唔好令到佢哋難做或者你自己尷尬。排隊嗰陣，請預備好你嘅電子飛或者實體嘅飛，入場咧就可以快啲啦。喺感恩崇拜入邊，我哋會一齊守聖餐。記住，你入去會堂之前，你去先攞即棄嘅聖餐杯。當你完咗聖餐同埋崇拜之後，你先 keep 住個杯，然後到你離開大堂建築物之前，嗰度會有垃圾桶，你可以先掉翻落去。台上面嘅語言，我哋會用英文同埋廣東話。而我哋普通話嘅弟兄姊妹，請放心，我哋為你哋去做咗一個特別嘅網站 app， 你只需要用手機同埋記住拎埋你自己嘅耳機，掃描熒幕上嘅 QR code， 或者事先你嘅堂會同工會 send 連結俾你，就可以即時去聽到 AI Collins 嘅普通話即時翻譯。多謝你同我走過多日嘅流程，記住我哋係 One Church One Family。呢個唔係單單只係一個慶祝嘅活動，呢一個係一個向神獻上嘅感恩祭。感謝神，佢喺過去75年嚟帶領我哋 CCIL 嘅信實同行，我好期待同你一齊去敬拜，到時候見。